大家好，又係我高文希啦。咁依家咧同大家講呢個生肖咧就係屬龍嘅朋友喎。咁屬龍嘅朋友咧喺兔年嚟講呢個運程係屬於吉凶參半嘅。咁但係聽到吉凶參半唔使擔心，只係話咧你今年係容易做嘢有壓力，或者係有啲小人是非嘅啫。咁做人嚟講幾時冇小人是非啊？隨時每年每日每月都有㗎啦。只要係你點樣去面對化解，點樣去放低，咁啊自然就唔會傷害到自己㗎啦。咁但係今年好嘅方面喺邊度呢？原來你今年好嘅方面呢，就係話貴人多、桃花旺、財運呢都叫做平平穩穩嘅。咁嗱喺事業運嚟講呢，今年呢都算係容易有機會表現嘅一年嚟嘅喎，因為得到一啲靚嘅吉星去幫助之下呢，咁你今年嚟講容易有貴人嘅欣賞啦，或者貴人嘅助力啦，咁變咗呢喺工作運嚟講呢，雖然未必一定話有一個好大嘅晉升機會，但係呢一定會有一個表現好嘅機會，但係當然啦，唔可以缺乏個人嘅努力啦。咁喺財運嚟講呢，今年呢係屬於中吉嘅，咁啊呢個意思就係話呢，未必話會話有一個好特別嘅大財會到，但係呢財運嚟講，只要呢係理財穩固嘅話呢，今年財運呢都係穩穩定定嘅。咁喺桃花星嚟講呢，今年呢就屬於比較旺嘅流年喎。咁所以今年如果係想拍拖嘅朋友，仲係未有伴侶嘅話呢，不如試下同你啲心儀對象表示下，或者會可能有啲機會有反應嘅喎。咁趁住今年旺呢，梗係幫自己爭取多啲機會啦。咁至於健康方面嚟講呢，今年呢就屬於係啲小毛病嘅流年嚟嘅，咁都要注意下腸胃啊、氣管方面啊，咁都要多啲休息同埋多啲運動、飲食定時啦，咁可以幫助自己改善健康嘅毛病嘅。咁嗱，流年嘅有利飾物呢，都係麒麟喎，咁麒麟係可以化煞兼招財嘅，咁可以擺喺工作台面上面啦，或者擺喺屋企啦，喺一啲台面上望翻街啦。咁至於嚟講，亦都可以咧係放個紫水晶都得嘅。如果你唔放麒麟嘅話，因為紫水晶亦都可以幫助到工作上嘅貴人係增旺，同埋亦都可以幫助到你個人嘅感情生活咧係理想嘅。